谈到说你是在这个主权移交的前1年出生的，然后这12年来的状况，能不能再跟大家讲一下？因为刚才这边声音正好没有听到，不好意思。一国两制现在已经变成一国1.5制，特别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，其实对香港的压迫越来越大，对台湾的压迫也越来越明显。我们现在香港很多的年轻人被警方去抓起来，然后面对法律上的审判还有官司，而且就算是我自己也是在2个星期之前才在监狱里面离开出来，然后去跟香港人一起去反对送中条文。我觉得不管是我们年轻人希望选立法会参选，然后政府就取消我们的参选资格，或是我们看到这是年轻人在街头抗议，结果就被抓起来。到现在为止，其实现在有超过20个香港民主派的人，现在就是被关起来，现在正在坐牢。所以我觉得，不管是在体制里面我们不能够参选，或是被取消这个议员资格，或是在体制外面，我们面对就是在街头上面的抗议，我们面对的自由越来越小。还有就是台湾也非常感谢台湾人非常关注香港的送中条文，在2个星期之前有超过1万人出来在台北有这个集会，所以我觉得台湾跟香港其实同样面对北京的压迫的时候，我觉得希望大家看看香港的一国两制根本就是完全失败。今天是7月1号，在台湾现在很多的朋友都很关心今天香港你们的活动和游行的状况，你们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状况或现在的状况是如何？其实我现在就在香港的立法会里面在做这个访问，在议员办公室的房间里面，而本来就是我们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就会有这个游行，去争取民主普选，要1人1票选特首，而且我们也同样反对送中条文这个土法条例。但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跟我一样，在早上6点多7点的时候，已经有超过1万人在政府总部外面的马路上面做一个占领的行动，在公园抗命。